课语能力中高级认证的口语测验题型分为朗读测验、口语表达、华语转换客语等3种题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口语测验的朗读测验题型。第一类是韵文朗读。韵文朗读解题的步骤：1. 理解客语汉字； 2. 一字一音； 3. 读字音，不读字义。例如这一题：新做豆乳香花米，花米香笋被照开，收款豆乳留豆剪，留豆不剪忘心记。要注意的地方有：香不能读囧，也不能改字，比如改成用，因为题目是写香花米，念的时候不要去改题目的用字。宽豆乳，它没有写贴豆乳，所以不要念错，要念宽豆乳。留豆剪，它不是写咸豆剪，看到什么汉字就照着念那个字的客语字音，不能自己换成其他的字。